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Hello， 你们好，5月到了，母亲节也到了。我邀请许多小朋友的妈妈来许愿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妈妈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许了哪些特别的愿望呢？我希望可以好好去按摩舒压。我会帮我爸爸妈妈按摩，就像这样，哎咻，哎咻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小朋友，你也会吗？你可以像我一样，每天帮爸爸妈妈按摩哦。可以暂时把小孩带走，让我睡个觉吗？哇，妈妈一定累坏了，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这样我会保持一段时间，安安静静，自己看书，自己玩玩具。等妈妈睡饱后，再请妈妈陪我一起玩咯。我希望新冠肺炎的疫情可以早日结束。对啊，我也希望新冠肺炎的疫情可以早点结束，这样我就不用天天戴口罩，想怎么大口呼吸都可以，还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出门去参加各种活动咯。我希望大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大家一定要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哦。最近新冠肺炎疫情还没结束，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到人很多、拥挤的地方，而且要常洗手，不要让病毒有机会入侵我们的身体。来，一起跟着我唱洗手歌吧。我想要买康康跟琪琪的玩偶。小行星有乐乐和星星的玩偶，我猜未来可能也会有康康和琪琪的玩偶，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出现吧。小行星每个月都有很多好听又有趣的故事，除了订阅杂志以外，还可以下载 App 听故事。快用手机扫这个 QR code， 就能一起听故事喽。我希望和乐乐一起唱《妈妈我爱您》的歌。没问题。乐乐自己编了一首歌，要送给全天下的爸爸妈妈们。来，我先唱一次哦。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，妈妈 I love you。 母亲节快乐，耶！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唱给爸爸妈妈听吧。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，妈妈 I love you。 母亲节快乐，耶！母亲节快乐！我跟淘淘一样，最爱妈妈。谢谢妈妈把我们生下来，照顾我，爱我。祝福妈妈天天开心、平安、健康。我也要跟品品妹、跟葡萄小妹一样，每天给妈妈爱的大抱抱。乐乐，你怎么保持快乐呢？遇到心情不好怎么办？我喜欢踢足球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会去跑跑步，踢踢足球，心情就会变好咯。运动这么多，你为什么最爱踢足球呢？踢足球很帅，你看我，跑跑跑跑，嘿！当当，还可以找很多朋友一起玩哦。乐乐有去过动物园吗？有啊，我喜欢去动物园，
还拍了好多动物的照片。上次我特别去看了无尾熊，拍了一段影片，大家想看吗？点这里就可以看到喽。如果你还有更多想问的问题，欢迎寄信到乐乐信箱哦。对了，新的小行星幼儿志上市了，你收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月的小行星幼儿志要带我们去哪里探险呢？你会跳舞吗？想学跳西班牙的佛朗明哥舞吗？世界大不同单元要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西班牙。你看过猴子帮其他同伴理毛吗？他们为什么喜欢东抓抓西抓抓，还把抓到的东西放到嘴里享受呢？动物新鲜事单元要带你发现猴子的秘密。如果要你画一张图，是画出爸爸或妈妈或其他家人的脸，你画得出来吗？在情绪剧场中，你会看见康康怎么画出家人的脸哦。翻开最新的5月小行星幼儿志，里面有好多新鲜又有趣的事哦。小朋友，下次见哦，拜拜！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，嘿嘿嘿哈哈。